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加入客家风情，大家来讲客家吧。Recently, Taiwan has seen a revival in some of its traditional craft work. One example is the use of the common rush to make all sorts of daily items. This hardy grass is grown in Miaoli's Yuanli region and was a popular material for woven mats and grass hats. In the past, these hats were even used to help treat some skin conditions. Now, as young people from Hakka communities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they're discovering that their traditional way of making hats can be a modern business opportunity. Hey, it's time to talk about Hakka on ICRT.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平哥 Leo。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 Josephine。最近我常喜欢住民宿啊，然后最近去的一个民宿的老板，他对他里面用的那个材料非常骄傲。比如说那个草席啊，是用什么蔺草，我还第一次听到这种东西。喊臭，就客家话。那个蔺草啊，大部分是在那个大安溪以北啊，然后有苑里溪以南这个地区啊，种的蔺草的品质是最好的，而且它味道最香，材质呢最坚韧，所以很适合拿来做编织啊、草帽啦，或者是草席这些东西。OK， 你那时候有去买那个草帽吗？也是会用蔺草做，是不是？对啊，没有注意到而且你知道吗？这草帽还有个小故事哦，就是以前的小朋友哈，因为卫生条件比较不好，所以很容易长臭头，妈妈就会买这个帽子草帽给他戴，就因为它很透气、很通风，所以呢就可以让小朋友的头啊保持干爽一点。OK， 在早期这个地区呢，就很多妇女都会在这个水田里头种的蔺草，那蔺草每年大概会有2到3期的收获，所以早期来说，对这个苑里地区的这个经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可是每次一定要讲到可是，那就是后来被取代，对不对？对，因为那个塑胶制品太多了，所以就被取代了。可是现在很多人就注重环保概念嘛，所以事实上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又开始浮上台面，而且很多的年轻人呢，就回到家乡去打拼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蔺草编织的这些东西啊，做成像什么手机套啦，还有蔺草的书签啦，还有笔记本的外面的外皮啊，就用蔺草编织的，这样很环保又很香，而且还有那个安全帽内衬就戴久会很闷热嘛，就因为这个蔺草就改善很多了，很棒的一些蔺草产品啦。好，那我们来教几个单词，包括蔺草的 Valerian 喊臭，然后呢，它那个帽子有通风的效果嘛？通风怎么说？通风，或者说 tell he 是透气，对不对？对，可以通风 tell he 两个连成一起讲也可以。Okay, two different angles of saying good ventilation, and there you have it. That does for today's talk about Hakka. 什么太嘎？单词 say 张来了。客家风情由客家委员会监制。 We Love Hakka has been brought to you by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